你仲記唔記得你隻貓貓入屋第一日嘅情景係點？係咪一個紙箱、一個寵物袋，定係一條濕濕地嘅毛巾？係咪你一路抱住佢，一路扮鎮定，其實個心已經跳到就嚟隔離嗰個都聽得到？香港人好得意，表面上我哋好冷漠，返工急急腳，搭升降機唔會望人，地鐵入面個個戴住耳機望住部電話，好似全世界同自己無關。香港呢度講求效率，實用主義至上，但係每當有貓或者小動物需要援手時，香港人又會即刻義不容辭，當仁不讓。一聽到車底有貓叫，會有人停低，怕佢哋會被車車親。一見到後巷騎樓有小貓被困，會有人報愛協、揾義工、揾消防。一個平時可能連自己都照顧得好求其嘅人，竟然為咗一隻陌生嘅流浪貓，會走去買罐頭、買毛氈，問人點樣餵奶。你話香港人冷漠，佢哋唔係冇心，只係好多時收埋咗，而且仲收得幾入。香港人嘅溫柔，好多時只係唔講出口，但佢哋會喺適當嘅時候表現你睇。最近嘅新聞入面，其實都經常見到呢種畫面。上個月尾有兩隻好細嘅貓 B 困咗喺屯門一架車嘅車底，大約只有10日大，一隻黃色，一隻虎斑。有人聽到叫聲，揾義工幫手，最後由消防員到場救出。你想象下，幾個消防員本來可能要處理好大件事，但嗰一刻佢哋面對嘅係兩個細到只有手掌咁上下大隻嘅生命。又有一次，深水埗有幾隻初生黑貓被發現，放喺膠箱入面，旁邊有毛巾，有人寫住希望好心人收留。呢啲新聞睇落好細，好似城市角落入面一件小事，但其實每一隻小貓背後都有一個問題。如果嗰日冇人停低，佢哋會點？香港人平時好忙，好似每個人都被生活推住行，連飯都好似唔夠時間食，但偏偏有啲人會為咗一聲貓叫停低。今日想同大家分享一篇文章，係中大醫學院院長趙偉仁教授寫嘅《園長貓》。呢篇文章好動人，唔係因為佢好戲劇化，而係因為佢好真實。佢講嘅唔係我救咗一隻貓，所以我好偉大。相反，佢講嘅係一隻貓入屋，其實改變嘅未必淨係隻貓本身，仲有成個屋企。文章入面嗰隻貓叫加菲，加菲係一隻黃貓，個樣有啲似細個卡通片俏皮扮野貓入面嗰隻米高咁樣。趙教授寫道，當太太決定領養加菲嘅時候，唔係一時衝動。領養之前，貓義工要家訪，要睇屋企環境，亦要求佢哋做基本準備，例如喺窗戶加窗網，減低貓受傷或者走失嘅風險。呢一點其實好重要。好多人成日以為領養貓就係見到可愛就忍唔住要帶返屋企，改個名、影張相、出個 post 啊 like。但現實係貓唔係裝飾品，唔係俾你攞嚟呃 like。貓係一條生命，佢會驚、會病、會老，會打爛你隻杯，會喺你最趕返工嘅朝早嘔毛球，會喺你開視像會議嘅時候行過鏡頭，條尾仲要掃過你塊面。所以領養貓之前真係要做足準備。你有冇裝窗網？有冇諗過貓砂盤放邊？屋企人接唔接受到？佢哋有冇人敏感？如果貓病咗，你有冇能力帶佢睇醫生？如果佢唔中意黐人，甚至一開始匿埋床底幾日，你會唔會就咁灰心，變得冇癮？好多時候領養前嘅想像係浪漫，但領養後嘅日常會係佢半夜3點跑嚟跑去，我聽朝仲點夠精神返工。但就係呢啲日常先至係愛。趙教授喺文章入面提到，加菲返屋企之前，佢哋從貓義工、書本、網上資料學習點樣照顧貓。加菲初初嚟到屋企，太太先將佢放喺貓籠照顧幾日，慢慢俾佢適應，再出嚟活動。呢個過程聽落好似好簡單，但其實背後係一種尊重。我哋成日用人類角度去諗，我已經俾咗個屋企你，你應該開心先係。但係對一隻貓嚟講，突然被帶到一個完全陌生嘅地方，周圍係陌生氣味、陌生聲音、陌生人類，佢未必會覺得開心，佢可能會驚，會收埋自己，會唔食嘢，會望住你，因為對佢嚟講，你其實係一隻大型不明生物，同其行種差唔多，所以貓入屋第一日其實唔係主人正式擁有佢嘅日子，而係大家開始學習共處嘅第一日。
你仲記唔記得你隻貓入屋嗰日係點？可能佢係你領養翻嚟嘅，可能你係喺街邊遇到佢，可能你本來只係想暫託佢嚟你屋企暫住，但最後暫託變永久。可能嗰日你拎住個貓袋翻到屋企，屋企人嘅第一個反應係唔好啦，我哋唔會養寵物。3日後，同一個人開始問你今日俾咗罐罐未？1個星期後已經叫佢做阿仔或者阿女。1個月後，你發現你喺屋企嘅地位低過隻貓，張梳化係佢嘅，張床係佢嘅，連你個枕頭都係佢嘅。你只係負責交租同鏟屎，但係嗰種幸福好難形容。貓入屋第1日，通常都唔係電影式嘅感動，好多時係混亂嘅。你可能會好緊張，成晚睇住佢有冇食嘢。佢一入貓砂盆，你開心過自己便秘得到舒緩。佢一飲水，你鬆一口氣，覺得佢飲水嘅聲好聽過陳奕迅唱歌。你可能買咗一堆用品，而且價錢唔平，貓砂盆、貓爪板、罐頭、乾糧、飲水機、玩具、貓窩，但最後你發現佢最中意嘅係紙箱同膠袋。你花幾百蚊買張貓床，佢望都唔望。你拆完快遞嗰個爛紙箱，佢即刻瞓入去，仲會攞嚟磨面。呢一刻你明白，原來貓係冇想象中咁難服侍嘅。但講笑還講笑，領養帶來嘅唔止係快樂。趙教授文章後半段提到，加菲後來患上末期腎衰竭，嗰一段其實好打動人。佢太太本身係兒科醫生，每日為加菲注射皮下水，又記錄食物同水分嘅輸入輸出，甚至將食物預先攪拌成糊狀，方便加菲進食。呢一幕好似好醫學化，但其實好溫柔。你會見到一隻當年被領養翻嚟嘅貓，到老到病，家人並冇因為照顧佢麻煩而放棄。相反，佢哋用好仔細嘅方式陪佢。呢個就係領養最真實嘅意思。唔係只係佢哋可愛嘅時候愛佢，唔係只係佢哋健康乾淨影相靚嘅時候愛佢，而係當佢哋病咗老咗要照顧，要花時間，要花錢，要你改變生活節奏嘅時候，你都依然願意陪佢、照顧佢同愛佢。好多人成日問點解養貓會令人變得溫柔？其實可能唔係貓令你突然變溫柔，而係貓逼你慢落嚟。香港人太習慣所有事都要快，快啲揾錢，快啲成功，快啲解決問題。但貓唔會跟你個節奏，你想抱佢，佢未必俾；你叫佢，佢未必嚟。你買最好嘅食物俾佢，佢可能聞2下就走，甚至可能唔鬼理你。你想佢親近你，佢可能要幾個星期、幾個月，甚至幾年先慢慢信任你。貓教識人一樣好重要嘅事，呢樣嘢叫關係，唔係靠逼出嚟嘅。你只可以準備好地方，俾安全感，俾時間，俾食物，俾耐性，然後等佢願意行近你，等佢願意喺你身邊瞓，等有一日佢突然跳上你大髀，你會成個人僵住，連電話跌咗都唔敢喐，因為你知道呢一下信任好珍貴。可能每個貓奴心入面都有一個第一日，第一日你見到佢，第一日你決定帶佢返屋企，第一日佢踏入你間屋，第一日佢肯食你俾嘅嘢，第一日佢肯喺你面前瞓低，第一日佢用頭撞你隻腳，第一日你意識到原來呢個屋企唔再只係我嘅屋企。好多貓入屋嘅故事都好普通，但其實普通先最動人。有人係因為朋友救咗一窩初生貓仔，問有冇人可以收養。你本來話我要諗下先，但見到相嗰刻就已經投降。有人係樓下見到一隻瘦瘦弱弱嘅貓，每日餵少少，餵到有一日落雨，忍唔住帶佢上樓。有人係去領養人，本來話只係去睇下，結果返屋企多咗個家庭成員。有人係家人反對，但後來最錫嗰隻貓嘅，正正就係當初最反對嗰個。趙醫生呢啲故事好值得被講出嚟，因為每一個故事都提醒我哋，善良有時唔係好偉大嘅決定，而係一個好細嘅停頓。你停低聽一聽車底嘅叫聲，你停低望一望後巷嘅紙箱，你停低問一句有冇人可以幫到佢，你停低諗清楚我係咪準備好照顧佢一生。領養唔應該被包裝成一件好浪漫、好輕鬆嘅事。領養唔係一刻感動，而係一份承諾。但同時，
領養亦唔使被講到好沉重，好似一定要聖人先可以做。其實好多養貓人都係普通人，普通到有時自己間房都未執好，放工會攰到只係想攤屍，普通到有時都會對住貓講：你可唔可以唔好再打爛嘢？但正正因為普通，所以更珍貴。你唔需要變得完美先可以愛一隻貓，你只需要負起責任，你只需要願意學習點樣同貓去相處。你需要知道，貓唔係用嚟填補孤獨，而係同你一齊生活。趙教授嘅院長貓呢個故事好打動人嘅地方就係佢冇將加菲寫成一隻幸運被人拯救嘅貓。讀完你會覺得其實係加菲入咗佢哋屋企之後，成為家庭一部分，佢被照顧，但同時都陪伴人。佢被領養，佢係完全融入咗呢一家人。好多時我哋以為係我哋收養貓，但過咗幾年，你會發現可能係隻貓照顧咗你。佢陪你度過無數嘅夜晚，佢陪你經歷咗你返工返到好攰嘅沉默，佢陪一齊坐喺梳化上面發呆，佢接收咗你唔想同人講，但又好需要被陪伴嘅心情。佢唔會問你今日返工返成點，佢唔會問你人工加咗幾多，佢更加唔會問你人生有咩大計。佢只會行過嚟坐低或者瞓喺你旁邊。有時候呢種陪伴已經好足夠。所以今日想問你，你記唔記得你隻貓入屋嘅第一日，佢係點樣嚟到你生命入面？係領養，係街邊遇到，係朋友轉介，係暫託變永久？你當時準備咗啲咩？有冇裝窗網？有冇買錯一堆佢唔中意嘅用品？屋企人當時咩反應？係咪有人一開始話唔准養，最後變成每日同貓講早晨？你第一次聽到佢食飯聲，第一次見佢用貓砂，第一次被佢信任，係咩感覺？如果你願意，可以留言分享你隻貓入屋嘅第一天或者第一次，唔需要好驚天動地，可能只係一個好普通嘅情景，好模糊嘅日常。好多時故事就係由呢啲微細嘅一刻開始。香港呢個城市成日令人覺得有啲窒息，但只要一隻貓輕輕咁叫一聲，就會有人停低，有人彎低腰，有人伸出手，有人打開屋企門，有人用好多年時間證明當初嗰句我會照顧你唔係講笑。貓貓入屋第一日可能只係一個開始，但對貓嚟講嗰日可能係命運改變嘅一日，對你嚟講嗰日可能係你學識溫柔嘅一日。如果你屋企都有一隻貓，今晚返去望下佢，摸下佢，因為你應該知道佢已經成為你生活入面一個好重要嘅存在。如果你仲記得貓貓入屋嘅第一天嘅情景，就喺留言度分享俾我哋知，因為每一隻貓貓入屋嘅故事其實都係一個窩心動人嘅故事。下面有影片入面提到最近拯救貓貓啲新聞同趙醫生嘅文章連結，有興趣可以入去睇睇。今日講到呢度，我哋下集再見。我叫阿銀，大家如果想聽啲咩香港故事，歡迎投稿，或者可以喺留言話我聽。記得 like 同 subscribe 我哋 channel， 我會同你分享喺大家身邊嘅大城小故事。下集見。